除了劳动部，疾管署也有台北社会局的新长科，嘛逼出哪像霸凌的事件。两个员工是指控因的长官甲因让甲因骂个写公文，互因的身心压力实在真大。这社会局的副局长是已经回应讲，因已经启动关怀机制，嘛甲当事人沟通了解情形，上紧是12月中会有调查结果。 他平常就是会恐吓我们，所以我们在做现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样是会觉得很激动、很害怕。可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站出来。特别若去上班，想到上礼拜顶司靠袂着就发生地日子真歹过，互这边指控顶司霸凌的台北市社会局新庄科的职员情绪真激动，讲甲强要流目屎。他们对于新进同仁的施压是非常大的，很多人不到3个月就离职，就是因为每次都会被大声咆哮。 然后摔公文就是从人手上接过公文之后，就直接，然后就丢到桌上了。有很多同事有跟我倾诉说，他们也是有失眠啊，然后晚上睡不好，都是从太焦虑的上班环境引起。有两位社会局新庄科的职员指控，因所属的顶司已经派声骂来指控部下工作做不好，影响别人。 情绪激动时阵，也会写公文，互因伫上班的时阵压力真大。伫之前，伊也捌透过市府的 IRS 通报系统，也过因为无法度将申诉转到其他的单位，造成申诉无适当的回应。这回因由市议员陪同开记者会，希望会让停止主管污言不得。 和这场的环境变得较优先。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因为适用这个公务人员相关的法规，然后就因此剥夺他在职场上很多这些应该要申诉或是应该要保障的权益。有接过这样的通报之后，我们就立刻启动关怀小组来介入。我们也约定好，就是看什么时候可以来跟他当面的确认他的需求。所以目前我们在程序上面是完备的。台北市社会局回应讲，10个接到通报了，一切当事人沟通了解情形，按算上紧伫咧后个月中就有调查结果。调查期间，为着要避免影响心情，当事人会当用请假或者是其他方式来应应。一若职员指控的超时工作，目前社会局已经伫咧组织收编，希望以后的工作分配会当更加合理。记者综合报道。